台南市长黄伟綽亲自颁发优质在地美食店家认证立牌，为安南区的美食景点挂保证。安南区公所邀集网红规划在地4大旅游路线，含超过50间好食的店家。要邀请民众在台湾灯会期间佚佗的同时，也卖袂记节来安南区。我们今年推出安南就这样玩，安南就这样吃，来让许多的观光客也好，或者是这个我们在地的市民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安南有一些地方事实上是有荣登米其林入选，或者是米其林必比登的哦。台南是庙宇之都，安南区内就有200多间庙宇。每一间庙宇拢有不同的特色，也会无定期推出活动，来一撮庙宇小旅行，就会当了解台南的信仰文化。我们正统鹿耳门圣母庙的高空烟火跟迎春鸟活动就即将开始。那另外在鹿耳门天后宫也有所谓文化祭的活动等等。那另外呢，我们的四草大众庙周围的绿色隧道是国际有名的哦，我们都希望借由这些活动，能够迎来大量的观光客。安南区公所在春节进前发表安南区旅游路线，整合推荐旅游景点和庙宇的庆典活动，配合安南美食，要互来台南佚佗的民众行顺行程更加丰富。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。